Hello， 大家好，又係到咗早起了林天空故事嘅時候啦。今日繼續同大家分享馬太福音第117集，安放耶穌於新墓，封石妥手。話說到咗晚上呢，有一個財主叫做約瑟，佢呢就係亞利馬太嚟嘅，佢亦都係耶穌嘅門徒。呢個人呢去見彼拉多，求耶穌嘅身體，彼拉多呢亦都就吩咐呢俾佢。嗱，原來呢按照當時嘅慣例，被釘十字架犯罪嘅屍體呢，被留喺十字架上邊腐爛啦，就會呢被嗰啲野獸食咗佢嘅屍身嘅。但係猶太人呢，就希望喺逾越節期間呢，就盡快即係見到呢啲咁嘅恐怖嘅屍身呢，就唔係好多中意嘅。於是呢，就因此羅馬人呢，就將呢個嘅屍身呢，就交翻俾佢哋嘅朋友啦，或者親屬呢，係妥為安葬嘅。而約瑟呢，就拎咗個屍體，就用乾淨細麻布呢，就包好，安放喺自己嘅新墳墓裏邊。於是就係鑿喺嗰啲嘅磐石嗰度啦。佢又將大石頭呢，就滾喺嗰個墓門口就走啦。咁有抹大拉嘅瑪利亞同埋另一個瑪利亞喺嗰度，就對住墳墓嗰度坐喺度。真係唔知道呢，我哋對於即係主係之前預言過話佢呢死後3日會復活，大家又有幾相信呢？而當時呢，但呢一班人呢，佢哋有其中一啲人呢，就喺度憑吊啦，亦都呢有哀傷啦，亦都有啲人呢，可能諗即係主話3日會復活，究竟係一回咩事呢？除咗有啲人有咁諗，嗰班宗教領袖呢，可能佢哋都會諗如果佢所講嘅嘢係真呢，咁嗰班人咪會更加信佢咯。個個人個心裏邊呢，對於耶穌嘅預言呢，都有唔同嘅詮釋，亦都有唔同嘅諗法。唔知如果你係當中其中一個人，你又會點諗呢？呢一個呢，亦都要諗下喺聖經裏邊好多嘅預言同埋耶穌講嘅預言，嗰啲未應驗嘅，唔知大家有冇十足把握去相信會一一嘅應驗呢？好啦，第二日就係預備日嘅第二日，祭司長同埋法利賽人都聚集嚟見彼拉多，就話：大人啊，我哋記得嗰個誘惑人嘅仲喺度活着嘅時候，就話3日之後我要復活，因此你吩咐人啦，將墳墓守妥當，直到第3日。恐怕呢，佢嘅門徒要將佢偷咗佢條屍，就話俾百姓聽佢從死裏復活啦。咁樣後嚟嘅迷惑呢，比先前更加厲害。於是彼拉多就話：好啦，你哋有看守嘅兵，你哋去啦，盡你哋所能去看守妥當。咁於是呢，佢就帶住看守嘅兵同去，就封咗石頭，將墳墓把守妥當。大家睇唔睇到啊？都好諷刺喎！呢班人呢，就對耶穌係一直都係敵視，但係其實佢哋就最信耶穌會復活都唔頂嘅。但係呢，一方面佢又信信地，但係又驚驚地，但係呢，佢更加驚耶穌如果唔係復活，又驚佢班門徒呢會偷屍。所以呢班人呢，就呢度驚嗰度驚，做足晒準備。呢班人呢，簡直就係唔單止耶穌生前佢好敵視佢，死後呢都好驚有咩失閃，有乜出錯，令到呢耶穌嘅影響力呢依然。所以呢，人對於一個人要將佢置諸死地呢，後面發生嘅嘢呢，佢哋都做足晒保險。但係佢點做，佢點可以對一個能夠超自然嘅耶穌，能夠超越，能夠復活嘅耶穌，又能夠點樣拘禁佢呢？呢一度呢都睇到人有人做，神又點能夠受你拘禁呢？你個封用呢嚿石，用人嘅看守，又能夠點樣去拘禁耶穌，一個復活嘅耶穌呢？所以呢，我哋即係都要留心，即係我哋嘅神係超越一切，人做任何嘅嘢呢，都唔能夠限制到上帝。呢個都係一個嘅真理。願我哋嘅信仰呢，都能夠俾我哋睇到，我哋好多嘢睇得見嘅同睇唔見嘅嘢，我哋要分別得到。好，今日嚟到呢度。